10年徒手健身，我試過無數動作，走過好多歪路，而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訓練動作貴精不貴多，90% 嘅成果都係嚟自少數嘅關鍵動作。而假如我只可以揀6個動作去練好全身嘅肌肉，我會毫不猶豫揀以下6個。無論你係新手定係老手，佢哋都係好值得長駐喺你嘅課表。大家好，我係威，練咗徒手健身10年，有6年嘅教學經驗，教過過百位學生。我哋 GetGo 嘅使命好簡單，就係幫助更加多嘅人開始同埋接觸 Calisthenics 徒手健身，變得更加健康、專注同埋有力量。如果你都對徒手健身或者係對系統化同埋科學化嘅訓練方法有興趣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去片。喺正式介紹動作之前，先講解一下我評選動作嘅3大原則。第一，高效率，所有動作都係多關節複合動作，可以一次過動用多個肌群，唔係單關節嘅孤立訓練，而且大多數都對進階嘅徒手專項有良好嘅轉移性。第二，可進階性，強度係可以隨住你嘅能力調整，無論你係初學定係進階，都可以用同一個動作持續進步，由訓練嘅第1個月一路練到第5年、第10年、第20年。第三，便利性，唔需要複雜嘅器材，無論喺屋企、公園、健身室，甚至係去緊旅行，都可以持續訓練，令習慣係唔會斷。第1個動作就係引體上升，點解佢會入選？先從原則1分析，動作可以一次過鍛煉前臂、二頭肌同埋整個背部肌群，尤其係背闊肌同埋大圓肌，對日後練前水平、muscle up 等等嘅進階動作幫助係極大。再講原則2，可進階性，新手可以先踩地做引體，或者係靠彈力帶輔助，而有經驗嘅訓練者就可以加負重，或者做自重嘅變化去增強難度，例如係 L-sit 引體、單邊側重引體、開弓引體，甚至係單手引體。最後講原則3，做引體只需要一對吊環或者係單槓，便利性係極高。做引體嗰陣，建議雙手握佢比雙肩各闊多1個拳頭位。起始嗰陣，雙臂完全伸直，先微微往後瞓，沉肩啟動背肌，再上拉直至到下巴過桿。而當你可以自重一口氣做到20下，或者係額外負自身體重50% 做到5下，你嘅背肌絕對會有翻一定嘅闊度同埋力量。第2個動作就係 dips， 點解佢會入選？先講原則1，dips 可以一次過練到胸肌、三頭肌同埋前三角肌，係上肢推力最全面、最有效率嘅複合動作，對 muscle up、planche、90度掌上壓等等嘅徒手專項都有住唔錯嘅轉移性。再講原則2，可進階性高，新手可以先靠雙腳輔助，或者係用拉力帶，而有經驗嘅訓練者就可以加負重，或者係轉做吊環 dips、Bulgarian dips、反手 dips、開弓 dips， 甚至係反手前衝 dips。而最後從原則3分析，便利性高，只需要一對雙槓或者吊環就可以練到。做 dips 嗰陣，先沉肩，身體微微向前傾，曲手下沉至到上臂同埋前臂，至少成直角90度，再推至直手。而當你可以自重一口氣做到30下，或者係額外負自身體重嘅80% 做到5下，你嘅推力基礎就已經足夠紮實，胸肌、前膊同埋三頭肌都會有一定嘅厚度。第3個動作就係 pike push up， 點解佢會入選？先講原則1，動作主要針對前膊同埋三頭肌，係練出南瓜肩嘅經典動作，對 handstand push up、planche 等等由肩膊主導嘅徒手專項有極好嘅轉移性。再講原則2，進階空間好大，新手可以先雙膝跪地或者係墊高手做，而有經驗嘅就可以墊高腳，加負重、加幅度，甚至係踩長咁做。最後從原則3分析，完全唔需要器材，只需要一塊地板，喺屋企、公園、去旅行都可以隨時開練。做 pike push up 嗰陣，先擺出掌上壓嘅預備姿勢，雙腳往前行，直至到身體成倒 V， 曲手下沉至到額頭掂到地下，最低幅度確保膊頭比手腕靠前，再用力推起。而當你可以踩長做到5下以上，你嘅肩膊力量同埋圍度絕對會有一定嘅基礎。第4個動作就係 Bulgarian split squat， 點解佢會入選？先講原則1，動作可以一次過練到大髀前側、臀部同埋單腳嘅穩定性，對提升整體下
下肢力量同埋平衡能力有極大嘅幫助。再講原則二，可進階性強，新手可以先用自重，甚至係雙手扶嘢咁做。有經驗嘅朋友就可以做爆發式，或者係拎啞鈴做。原則三，動作只需要一張凳或者係梳化，同埋一對可調式嘅啞鈴，絕對係比 barbell squats 方便。做保加利亞分腿蹲嗰陣，先將後腳放喺大概小腿高度嘅平台上面，重心放喺前腳，下蹲直至到大髀水平於地面，然後再用力蹲起。而當你有能力自重每邊做到30下，你嘅下肢力量同埋單腳穩定性就會有一定嘅基礎。平時行山、行樓梯同埋跑步都絕對係會更加輕鬆。第5個動作就係斜身引體，點解佢會入選？先講原則一，動作可以一次過鍛煉到前臂、二頭肌同埋背肌，尤其係中背同埋後膊，能夠捕捉到標準引體上升相對較少刺激到嘅部分，令背部發展更加全面，對前水平拉有好好嘅轉移性。再講原則二，進階空間大，新手可以向後行，身體垂直咁做。而有經驗嘅可以向前行，身體水平咁做，亦可以墊高腳做、開弓做、單手做，甚至係前水平雙腳離地咁做。最後從原則三分析，只需要一支單槓或者係吊環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練。做斜拉嗰陣，先沉肩往下蹲，挺胸挺脅，全程身體維持直線。曲手拉至到胸口掂到單槓或者係吊環，再慢慢落至直手。而當你可以墊高雙腳，全程保持控制咁樣做到20下以上，代表你嘅水平拉力已經相當紮實，背部嘅厚度係絕對唔會失禮。第6個動作就係 Romanian deadlift， 點解佢會入選？先講原則一，動作可以鍛煉到大腿後側、臀部同埋下背，同時能夠加強我哋小腿同埋後大腿嘅靈活性。對 V-sit、strict arm press to handstand 等等嘅動作有極好嘅轉移性。再講原則二，可進階性高，新手就可以先用輕嘅啞鈴，而有經驗嘅訓練者就可以加重或者係增加幅度。最後從原則三分析，只需要一對可調式啞鈴，喺屋企都能夠輕鬆練習。喺做 Romanian deadlift 嘅時候，可以先微微用力將啞鈴往身後拉 ，engage 背肌，確保背部全程都維持至中，吸氣入肚，維持直腳並將臀部往後推，同時將上身往前對接，感受大腿嘅後側被拉扯，再雙腳用力推返去原位。而當你可以負自身80%嘅體重，落至身體比水平更低，乾淨咁樣做到10下以上，你後方肌肉鏈嘅力量同埋柔韌度都會有一定嘅基礎。簡單總結，引體、dips、pipe push-up、Bulgarian split squat、斜拉同埋 Romanian deadlift 係我認為性價比最高嘅6個動作，而只要你可以練好佢哋，你全身嘅肌力都會有一個紮實嘅基礎。最後睇到呢度嘅你，相信都真係有心想練好徒手。而如果你一直都想參加我哋嘅課程，但礙於時間地點就唔到，又或者因為有興趣嘅班名額已經爆滿，我哋嚟緊將會喺2026年下半年推出嘅線上課程 Get Go The Simple Strength System 就係為你而設。呢個將會係一套完整而且清晰嘅系統，而唔係零散嘅資訊。課程嘅目標就係幫你打好根基，建立鍛煉習慣，徹底掌握引體上升、dips 同埋掌上壓等等嘅基礎動作，令你變得更加自律、健康同埋有力量。而如果你對課程有興趣，本身已經有基本嘅運動習慣，並且願意每星期至少訓練2次以上，就可以點擊下邊置頂留言嘅連結填表報名。如果合適嘅話，我哋就會將你放入 waitlist。暫定首批 Founding Cohort 嘅名額就只會有15個，我哋會優先開放俾 waitlist 入邊嘅朋友。大家到時見。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咁樣，good 啦，收工。